坛艺术的窗口，评坛知音的朋友，我是黄磊，欢迎走进苏州电书场。观众朋友，大家好。评坛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几百年来一直在民间荡漾。但是近年来，这传统文化也受到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因此呢，如何保护和传承好这遗产就显得尤为重要。可喜的是，近年来党和政府呢加大了对这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不久前，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授牌活动在北京举行。我们苏州评坛的代表人物邢燕之成为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评坛代表性传承人，肩负着传承苏州评坛的重任。所以我们这一期的名家名片赏析呢，特别邀请了邢燕之老师做客，请他来跟我们来谈一谈关于传承工作的方方面面。好，欢迎邢老师，谢谢，欢迎。是的，来往来，就上有福口见，观众朋友大家好，上有福的大家拜雷子。邢老师，这次我们苏州评坛总共有几位老师成为这评坛的传承人呢？苏州评坛传承人呢，现在是分两级，一级呢是国家级的。是我，但是苏州评坛这个金立生先生。另外一个上级的呢，我阿哥严称。这次的授牌活动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这个是埃个趟我参加至北京的中央文化部的这个对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授牌仪式。地点呢是辣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出席呢是这个首长呢有陈志来啊、沈家珍啊等等，沈家珍部长当我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叫外开州招台湾。招台湾呢是各个主流性发言人的几个人，一个理事主任，一个审议委员会一个我。苏格兰讲起来，中国非物质遗产是最多。但是呢，现在中国非物质遗产从500多，现在已经萎缩到是200多。国家现在开始对非物质遗产的重视，实际上想也是对于那个传统文化的重视。所以那个里向呢，现在你中央文化部搭这个叫中国艺术研究院呢，一旦来设计一个就是非物质遗产传承的一个法律。实际上想呢，就是对非物质遗产的重视，希望你国家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能够流传下去。那邢老师，这就是这次颁发的证书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啊，我们08年2月颁发的，命名邢燕之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评坛代表性传承人。真是沉甸甸的啊！这个身上的担子很重啊，这两只手。比任何奖项都重，所以我们也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传承工作是通过传承作品来得到实现啊。那邢老师的代表作品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哈。长篇谈。那么在这部作品当中，您不仅就是成功的塑造了小白菜这个人物，而且呢还开创了自己独特的优美的一个这个燕之调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邢燕之老师的代表作品《杨乃武和小白菜》当中的选段：恩是恩来，情是情。
是非常动听。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我一样，都被邢老师声情并茂的演唱所深深的感染着。那是不是请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创作的这个燕之调的一些特色呢？历来这个侬是前辈的，凡是有自家流派的去唱腔来时呢，的确里头侪是跟书的，所以书搭人是不可分割，书搭流派也不可分割。但原来呢，就是讲，你唱了这个流派就侬把书搭上去，你辣搿部书浪向，你可以作为你自家发挥，搭子你自家去唱上的一个载体。我当迎春呢，这个是杨乃武三把菜，主要是传承是严三林来是个年派的杨乃武三把菜。当辰光开头个啥么子，不仅仅先从搿个语台浪向去发展，再要从棋台里向去交进，所以呢，努力搿个旋律，努力去这个融合在一起，当中呢还可以去。好是一些基本艺术，但是呢，为一个人物服务，自家去摄取各种各样营养来发展、来丰富那个唱腔，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能够使得听众识得出一个三把菜个人物音乐营养这样一个角度。继承这个父亲的基础上，又是博采众长，所以呢，创造出了自己独特个性的表演艺术来。那邢老师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呢？我这个在一生当中，我顶顶崇拜的呢，就是杨振勇来师。因为杨振勇来师呢，他是还是一个以形动人的这个一种流派唱腔。最近呢，就是你新编制这个，一头就是马尾谱这个一位数呢，老老侪有，500。那么正好是个空缺。那么我就觉得杨来师就是发了海在，但是我用杨来师搿搭头好得来个么子，去继任。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请观众朋友一起来欣赏邢燕之老师用杨鱼调演唱的《稳对马尾谱》。陛下，神奇有事，呀，神奇有事。
问陛下啦，我兄长我国给予所谓其身怎能再是当今非君也是把君能陛下，你此意差日，莫将路生悔思量，绿马明贵妃，奴今才地和碰得皇帝不必，是今才地和
谢燕之老师呢，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而且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深受大家的青睐。弹词开篇《林黛玉》是邢老师的代表作之一。邢老师，我想请教您哈，林黛玉和小白菜这两个角色是截然不同的，那您是如何用唱腔来塑造好林黛玉这么一个角色的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演员，能够对作品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台词理解，第二个呢是对这个人物定位还非常重要。你看是三白菜，充其量你是一个三角比较小角比。那么林黛玉的经历不同，你是一个大家闺水啊，你还是出身在寒门。那虽然林黛玉这个一个什么形象辰光呢？我就看得到，你是一个马浪难捏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个唱腔的所在的这个人物的气度，但是三白菜的气度还要有所不同。使得呢有一种犯错。使你一口这个音乐形象出来，的确是林黛玉。落点在于还是一句闲话，因谁行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邢燕之老师演唱的弹词开篇《林黛玉》。
创办于1962年的苏州评弹学校，正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是评弹的摇篮。可以说，活跃在江浙沪的评弹团的演员，95%都是毕业于评弹学校的。对，真的培养了不少的人才。应该说是评弹叫个王朴君呀。对，没错。丁老师，我想您作为这个评校的常务副校长哈，那么对学校传承评弹工作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呢？因为他就是这个，特别是非洲以前受人的人，人下来之后呢，你的想法很多，就是从上级受人下来的情况，你就已经看得到的一个受人问题在。45年问题啊，我就陈云水长创办经济创办这个艺术评弹学堂，而且在亲自来担任名誉院长，亲自来提小子出人出书最正路的研训。我觉得呢，陈云水长他当时讲起来。是一种超前的传承意识。为什是看得到你平台这个受人问题，就政治上一桩功德无量的事体。去年学堂里向已经开设是一个平台受人班，50这个一个同学来开3展，能够培养出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就是讲比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这样子的一个学生之类。那先生，这个叫新的学生呢，不能从学堂呢。就是从资金上向扶持，也很你呢办一个青山里手通文化教育基地。那么那个一个基地这个一个范围下里呢，我们就很想成立一个研究中国文化受人中心，再加上就是后方言受人中心。那么另外呢，再加上你开立单位改2个开节，一个是后方言的开节，还有一个是平台的开节。像是您的这个，我们也了解了您的这个艺术人生，可以说一半呢是在书台上演绎苏州评弹啊，那一半呢又是在讲台上是传承苏州评弹。可以说您把自己的所有的心血都献给了评弹事业，也献给了您的学生，他们的继承人啊，评弹艺术的继承人。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齐燕之老师和他的学生为大家演唱的非常新颖的开篇《春游三景》。迎喜茶
好，观众朋友，这一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了。让我们再次感谢邢燕之老师来做客，谢谢，谢谢你，王磊。邢老师也祝你这个身体健康，艺术青春常驻。好，谢谢。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